后来乡亲啊，继续是台北市长的选情，来看这个蒋万安展现决心，再起来宣布请辞立委的职务。结果黄珊珊来批评讲，请辞的时间伤慢，作秀的成分较悬。但市长是来宣讲，蒋万安伫咧立法院的功能根本就无强，所以时甲无时，伊拢无啥物感觉。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民调，蒋万安29.8%，黄珊珊26.6%，陈时中21.8%，蒋万安继续来领先。我在此宣布正式请辞立委的职务，全心全意全力来为台北打拼。选前要16天，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宣布要辞立委，验过伊所讲的决心，对手这个警惕。我觉得这个辞职是好事啊，但是来得有点晚了，5月份已经宣布参选，直到现在才辞职。我想还是作秀的成分比较高吧。我一直总是觉得他的在立法院的相关的一个功能不是那么的强烈，所以辞与不辞，在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时日互人做文章，蒋万安提出了有摆个前30分钟免钱的政策，但市长黄珊珊拢伫甲批评。讲这个都是只是回到8年前的旧思维，今天再发生一次，就是走回头路。黄副市长应该是有感而发了哈，我们不会说任意为了这样子一个在选举之前提出一些可能是不可行或者一个没有进步的想法。这不是大撒币，也不用花很多钱就能鼓励市民多来骑乘，这可以达到鼓励运动、节能减碳，又能改善交通，有什么不好？虽然和对手伫围攻，不过上新的民调显示讲，蒋万安伊愿意29.8%支持度领先对手，第2名黄珊珊是26.6%，陈时中是排伫第3名21.8%。台北市长的选战真激烈，每一项议题拢和郭台铭全力伫攻防。